我来念歌咯。昔时贤文花女谆谆，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。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，你还会记得偌济？车行到伊就阿妹伊就丢，哎哟崩空啦！礼拜日文昌里伊来去搞安尼过年啊！哪有？臭油鸡，臭油鸡，臭不拉几。麻花糖啊，米糕、凉面、臭豆腐、大肠面线、八宝素心汤、铁肉饭、萝卜饭、面。泡一杯咖啡，兄一锅茶，医疗也来坐。讲戏出烧交陪，甲历史约会，找找故乡的爸母话。暖暖站门客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站门客电台制作，公司主持。饭面烧鸡肉看连汤，牛肉面、肉粽、肉丸，真好食。晚近暗暝12点，空气哪见重，温度加到初无10度。虽然现主时点都市街路恁烂数的暗光照明显减少，不过伫高速公路顶泰山收费站的车道，一台接一台逐款形体自动车，为远远的所在开始减速，豆豆啊驶我来正平迄4个人工的收费车道。下下定定，愈积愈济。驶到票站的时，众人亲像早就讲通好，拿票离手了后，无加速驶离开车道，而且大家拢会加开车窗，依依南下向收费员讲再会。辛苦你了，多谢，拜拜，拜拜。这时，摆伫后面车内驾驶。修养照变甲百倍好，拢就有君子风度，毋敢滥觞饲喇叭。倒边迄4个电子收费车道，拄好甲平素时啊颠倒并，疏人，剩无几只车通过。无情的双冷风，伫这片空旷地吹甲算叫。头早留甲金架头。头顶一顶暗红色碰色帽啊，身穿一束感仔色长风衣，面面挂一个简单型的喙罨，徛踮5号车道票亭当地的收费员沈东雪，丁顺的目睭伫小夜班进步的时刻，游玩金当当瞩目过往的车辆，一瞬啊都毋肯甲精神放松，伊要伫这个搁差2日就满20冬。陪伴世人奉献青春的所在，留落圆满的印记。沈东雪出世伫罗水溪老过海口庄头，住伫迄个庄头的乡亲，绝大多数拢是古意的老实人。遐的庄民10个有9个狗是靠讨海食青。沈东雪的老爸沈海清，就是靠近海渔船讨海为生。养饲2翁仔某甲4个囡仔逝世。沈东雪是大汉查某囝。自细汉真知影家境艰难，
读小学起，便若当着休困日，就去挖蚵仔，趁寡钱斗烧天。囡仔人袂晓扎力，不时嘛，互挖蚵仔的鸡丝头啊，擦甲血流血滴。厝边烧肠头，拢嘛对当雪因老母比大头母，话头话尾，学落甲会得志。恁说啦，有影真甘心啦！遮尔细汉就会晓甲厝里斗趁钱，别日啊大汉哦，定就是人的好家后啦。无啦，是恁唔甘嫌。沈东雪的爸母比整日其他时代较开化，无因为家境艰难，就来牺牲视世学业。别人家的囡仔读到各种毕业，查甫的送去学功夫，查某的出外去做女工，一个都无例外。不过，海清甲月娥翁仔某拢会对视世讲，搁较无嘛就读一个高等职业学校，别囡仔毋甲参人的比拼。因由爸母一句话，自小学起成绩毋捌落伫咧3名外的沈东雪，才会得伫艰难的环境内底，考入就近乡镇的商职，继续读册。踮商职读册期间，休困日，伊常常去厝边斗挖蚵仔斗趁钱。头前迄5个学期，沈东雪拢维持全班前2名，伊甲会计专业学甲不只上手。啥人知影？最后迄摆休寒要开学进前无几日，伊的老爸出海掠鱼，一个无细意，煞互香港的海影加落海底做海灵王的竞赛。沈东雪的老母毋是一个软正的查某人，目屎切切的，真紧就甲翁婿后事发落好势。阿母，我想要办休学，紧来斗趁钱。你这个戆查某囡仔，才剩一学期，较苦嘛着读好透。你免想遐济，几项的代志，阿母会来说法。在今天晚上12点过后，国道计程收费将正式上路，高速公路22座收费站也将同步熄灯，全台900多位收费员将从他们的工作岗位谢幕。一天下晡4点，原地晴朗的天色，参南淡薄仔瀑雾雾。泰山收费站拿底白字的看板，参40栋来，每一日收偿，停停徛点遐。乘做过路人的支票。今仔日，沈东雪两过180公尺长的地下便道，提早半点钟久来到办公室签到。站长午安。午安，东雪，你今仔较早来哦。是啊，最后一天啊，量早来到这个服务20档的所在识别。嘛对啦，过了今仔日以后。就无机会搁再倒转来了。收费亭妈妈想要拆掉啊！最后一天，值得咱大家好好把握。东雪向站长领勤务地，50本回数票，100张1捆的犹太票，掺一趟收据，爬去回旋梯，稳稳啊行入正平大的票亭。了后，伊甲白底拿字。长条形的名牌挂点票亭的外面，沈东雪现主时的心情，就亲像天色同款瀑布雾雾，其他同事嘛拢相像，因为阴暗12点钟声呐响，全国23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全然改做电子收费，出去。900多位收费员拢着个别年久未侵服务的场所，
同时参充满咸酸苦涩的记忆，讲再会。面对一台线接一台自动车，心动煞悠然，甲过去迄段长老老的岁月同款。当伊接到票单，也是过路费的时，拢会向驾驶轻轻啊担一个头行礼。这个惯势，伊维持要到20冬，有影是一段长老老的岁月啊。头一台驶来心动煞面头前的是红色Toyota，坐点驾驶座的是一位看起来相当有气质的中年妇人人。伊倒手交票，正手赶一块绿绿柑仔，互心动煞顺续讲一声：辛苦咯，努力。过来，一台乌色 BMW 愈来面头前，后座穿西装、头夹万的人。甲一张挂皮卡卡的卡片交互稳将。这卡片是阮头家买互你的。多谢。刷落一台外表插碰果粒的细台箱仔车出现伫心动煞的面头前。少年驾驶票参一块棒斗阵二手，同时吩咐心动煞：阿姨，棒我会记你食哦。心动煞悄悄啊接过迄块棒。目屎煞强强要舀出目前，碰果粒箱仔车后壁面对一台发财仔车，老海角仔头穿角架仔设置的司机，为车窗多一蕊玫瑰花出来，顺嘴讲：大姐，这会送你。为伊轻柔的声音内底，听出原来是一位打扮性格的查某囡仔。心动煞欢喜接过玫瑰花。用一款大姐关心小妹的口气讲：车爱运暖使哦。车一台线一台，心动煞的手无时闲。票顶的桌顶无一万年仔久，就放满人客送的物件。这个物件内底有食的、啉的，上介济是卡片。尾暗仔6点卡到。东山门起来代班，互心动煞会当休困20分钟食暗。哇，这物件哦！阿孙，你今仔日大丰收呢？来，这个棒互你做点心，真哩好哦，多谢。我伫遮服务20冬，逐工拢做同款的工课，收票、找钱，从来毋捌感觉有啥物特别。一直到今仔日最后一天，才体会到这个工作的价值。人就是安尼啦，失去才知影。驾驶人知影以后，伫高速公路顶，就无得看到咱遮的真人。规条路干那剩冷冰冰的交通号志，加电子仪器，免讲嘛感觉怪怪。哪有法度？科技进步。自动收费的成本，阁比人工收费较俗，废掉嘛是顺风塞倒墙的代志，要挡嘛挡袂掉。唉，总讲一句，当初家己行毋对路，走来做这道，如今反悔嘛无法度。好啊啦，莫怨叹啦。最后一天上班，好好把握驾驶人对咱的疼惜。老爸过身了后，心动煞有影听老母的嘴，
业绩紧加咧，甲高职最后迄学期读好透。毕业的时，伊得到全班第2名的好成绩，伫毕业典礼顶面领镇长奖。透过学校老师绍介，心动说入去一间食品工厂做会计。伫遐，伊争取所有会当加班的机会。有时阵，家己的工课路做煞，伊嘛会闭手落去做包装的石头。说咧，唔通瞄准了少年，身体就顾好用，工课路较准则咧。阿母，你做3款工课都无咧花忝，我不要紧啦。戆查某囝，甲恁遮的事势请用互正人，本底就是阿母的责任。阿母，我已经大汉啊，甲你斗请用小弟小妹，嘛是我的责任啊。2冬后，会计工课做甲不遮受手的心动说，听人讲北部机会踢倒机，月级嘛平下岗悬真济，心内煞有无共的拍算。伫毋甘的心思里，伊得到老母的同意甲量情，包袱啊派咧，参高一个东窗上北拍拼。来到北地无几日，心动说就伫三重埔一间电子公司引到会计头路。伫遐，伊悠然发挥台湾语的精神，米烂做事，办大休困。别人一领到月级，随烧酒、洗鸡、买水衫、食好料。伊领月级，手头敢若留淡薄仔所费，剩的全部寄转去厝里，互老母拍牌。日子平顺平顺，一年一年过。目一个年，心动说伫电子公司担当会计已经要满7冬。这7冬来，心动说我靠这份无外量上的薪水，另外搁缀几卡花啊，甲老母斗请养小弟小妹，互因有机会接受高等的教育。说咧，好佳哉有你咧斗趁钱，你这2个小弟小妹才有才调读到大学。只不过你家己的终身大事煞去误着，阿母对你实在真袂得过。真情，心动说为着小弟小妹的前途，每日无用工课，伫思维放下一段美好的姻缘。阿母，你毋通安尼想啦！阿爸遐早就过身，若毋是你甲阮遮地仔经调咧，哪有法度平安大汉？搁再讲，我一个人过了嘛真好啊，毋免像阿母遐尼少年就跋落囝儿坑，一个人请养遐济囡仔，为死的做倒转来，甲阿母比起来，我已经足好命呀！说咧，你遮尼会晓想，我心内实在是真安慰。毋过，我要是袂放心你家己一个人，以后食老无依无我，若有机会，嘛要找一个伴才好。好啦，阿母，我的代志你免烦恼，你家己身体顾好较要紧。心动说的小弟小妹心内真知影，若毋是大姐牺牲甲付出，因要哪有法度入去大学读册咧？所以读大学的期间，
因伫课业外，拢有兼家教甲其他的线工，通好减轻大济大头。不如过心动说交代因好好读册就好，毋免烦恼钱项的代志。就安尼，小弟小妹拢照大学毕业，并且嘛顺势找到头路。心动说抓准此去，会当顺风驶船，通好好打点家己的未来。谁人知电子公司的头家参人咧对时行，投资于全然无人物的服务业，结局了甲土土土，牵连一寡辛劳参与咧凄惨落魄。头家破产走路，心动说甲其他同事相偿，无半仙遣散费通好领。伊想袂到出社会才9冬，煞伫27岁时倒来失业。高速公路招考收费员，高中毕业月金25000，阁有宿舍通住。我会当来试看卖咧。有影天无绝人之路，心动说顶头找工课砍站，踮报纸顶面看到高速公路局拄好咧招考国道收费员，伊心肝掠瘫痪，惨惨落报名费，了落去参加考试。落尾伫足短的时间内，互伊考掉国道收费员，分发来泰山收费站，一做要到20冬。这内中的艰辛苦涩，外人恶得体会。血汗国道，国家官场，土力远通，科技杀人。这礼拜前过道了后，乌阴济云，台北的天色未输浩南面。迄天，心动说拄好轮到休困日，伊参国道收费员自救会，约200多位成员，甲济济消停的社运人士，规定组织伫立法院外口面真情抗议。白色抗议布条啊，一条线一条，顶面乌骨粗的毛笔字，亲像是为国道收费员所写的祭文。血汗国道，国家官场，土力远通，科技杀人。因望立法委员徛出来替因主持公道，要求高速公路局甲电子收费冒头的完蛋公司，的确爱讲话算话，伫上短时间内安排全国900多名收费员套动的头路。若无，搁正礼拜后，因就爱包袱啊款款的转去食家己咯。虽然抗议的人数无偌济，不过抗议的口号甲声势一波接一波，一直拢无断。阮厝也有2个囡仔爱饲，白元年才来吊顶，高公局甲远蛋公司，恁的良心敢是互小狗剥去啊？一位低头鬃、挂喙暗、中年款的查某人，接受电视记者采访的时阵，透过麦克讲出伊心内深深的无奈。血汗国道，国家官场，土力远通，科技杀人。针对这场抗争，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派出上百名手拿盾牌的警员，伫立法院面头前，甲抗议的群众相对敌。无偌久，天开始落湿湿的雨，敢若咧毋甘这阵国道收费员的作为，为因流落同情的目屎。
泰山收费站的宿舍，一间住4个人，内面凉浴、6平大细，靠2张顶下铺的房仔床，便所甲浴巾啊，另外起伫宿舍的外面，众人公家使用。拄到收费站上班迄时，心动说不时感觉头晕目暗，主要是因由3班制缘故。轮到小夜班的时，适应上较无啥物问题。若是轮到大夜班，有影头较大心，日暝颠倒，和以早上正上班的心动说真袂惯势。另外，佫有袂少伊毋捌想过的状况，伫即个真平淡的票亭内外，互伊当着。亲像冬天半暝，来往的车辆一暗无几台，隔壁车道无同事通好开讲，目睭强要刻起来，佫毋敢拄久。上界恐怖的是，冷风爽爽叫，袂输几啊片内底怪风，定定互伊身躯起加冷顺。也有一款情形不时发生，一寡低高性、胆较重的无聊的查甫人，利用通过票亭咧交票的时，将心动说消磨。小姐，你的手摸起来真油呢。色人，小弟哥。有一摆，心动说拄到一个偏变态、更加变态的中年查甫人，手提4个10块银角啊。等伊要接过手的时，这个中年查甫人雄雄伸倒手去抓伊的胸孔。你笨色人，抬个鬼！阿栓，你是安怎？拄着迄个司机，伊甲你安怎啦？伊甲人摸胸孔啦！好，真正是太个鬼！等一下甲站长报告，调监视器来抓人。煞去啦！时到，着搁爱搁请假调班行派出所，召唤伊，搁无一定会起诉。家母诶！哼，这个唔正查甫人，就是抓着咱的弱点，才甲这个小弟哥有够看哦。10外当前，心动说搁捌撞过一摆，互伊惊破胆的事故。迄暗，伊伫小夜班，暗头6点外，伊食暗顿线，起来票亭要交换班的时阵，阿妹，我食饱，你会当下班去歇困啊 ？OK， 安尼才交互你啊。伫离收费站凉约50公尺远的所在，2台轿车发生事故。尾后迄台车驶正凶，甲头前迄台弄甲东倒西歪，车内驾驶互对方弄甲飞出车外，身躯互弄甲断做骨力过。这个情景，心动说拢看现现。害伊拄仔吞落腹肚的暗顿，才吐出来。过顶日，煞着去互人受惊。心动说入来泰山收费站的时，已经27岁。到当食到47岁的心动说，犹原是独身啊。咸菜进前迄段恋情，深深刻点伊的心肝咽啊。自从伊来这上班了后，颠倒对感情台看个正开，一点仔都无咧要伊。就准讲捌有几个查甫囡仔来对伊表示意爱。碰壁几摆了后，总是会另外找出路。若甲伊同齐靠入来迄几位20通岁仔的查某囡仔，就无共咯。刘淑慧，有；刘春梅，有；沈同学，有；
迄个年代，国道收费站专人招考查某囡仔，规定便啊伫夜班，收费员一律就住宿舍。每日暗暝12点半，社监固定会来点名一摆。点名了后，遐会当咧参查甫朋友爱甲热火火的查某囡仔，都会互相暗号，偷偷啊流传出去约会。小辉，我来去啊，下暗拜托你咯。OK，no problem。Thank you。下昼就过西北河，树啊也淡淡，骨溜溜。爬时阵爱较细腻哦。知啦。宿舍的墙围啊有2人悬，爱着较惨死，搁较悬嘛甲爬起哩，不是有人摔甲大空细哩。11年前，国道收费站开始招考男性收费员了后，泰山收费站迄条180公尺长的地道，牵连几落层人间喜事、美好的一面，确实是真拄真的代志。嘛会当讲是伫因无聊的职业生涯里，值得提出来参人分享的甘蜜记忆。当搬进前，沈东雪规世人落落的老母，因由车祸来过身。半当前，出世无偌久，就来得到小儿麻痹的细汉小妹玉芳，抽到公益彩券经销商的资格。半当来，经过面试、教育训练、签约者的证书，玉芳顺利摕到经销证。伊租伫落水溪边小店的店面已经装潢好势。正个月前，同款读新仔的沈玉芳，用温顺的口气对沈东雪讲：“大姐，菜干行得要开业啊，安尼过来甲我斗骹手好无？”今仔日上班前，沈东雪甲宿舍内面所有的衫裤物件交款好势，明仔载就要搬转去下港，甲小妹住斗阵。沈东雪甲票顶内的物件收好势。电火禁掉，温温啊行落回旋梯，空气哪见重，温度加甲剩无10度。今仔日的台语文学广播剧《冬雪》是由陈金顺老师原作、罗家书编剧，剧中的人物沈冬雪、黄子荣演出，冬雪的老爸王团结演出，冬雪的老母陈美云演出，厝边林秋霞演出，收费站站长黄新地演出，董事阿梅郑静茹演出。董事淑慧、詹逸瑶演出，驾驶洪昭文、张志宏、何生宪、彭玉顺演出，地歌稳将林瑞芬演出，沈玉芳、杨派玲演出，口碑罗家书演出。